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伊斯摩瓷磚分享頻道。香港寸金尺土，為咗令細小嘅浴室望落去光猛通透啲，冇咁大壓迫感，好多屋主都會選擇大面積鋪貼純白或者淺灰嘅瓷磚，但一味用死淺色，好容易會搞到個洗手間好似診所咁冷冰冰，甚至流於平庸單調乏味。想洗手間空間感夠大，同時又要保留高級感同生活溫度，到底可以點做？今日我哋為大家精選咗4個風格截然不同嘅真實個案，一次過同大家拆解設計師點樣巧妙利用瓷磚紋理、材質同埋顏色上嘅視覺衝突，將平平無奇嘅細小浴室瞬間提升出前衛、浪漫、奢華同治癒等唔同嘅高層次質感。即刻帶大家睇睇。想睇多啲唔同裝修風格，記得訂閱我哋啦。我哋每個月都會有好多完成新嘅裝修案例啦，全部都會拍晒影片、相片同埋 VR， 尤其係 VR， 你可以置身360度喺個單位咁，可以更加立體咁睇到成個裝修單位嘅。我哋伊斯摩提供超過1000款瓷磚，價錢比地鋪平20至40%。想將細小浴室裝修得簡潔明亮，但又唔想流於平庸，睇下馬鞍山錦安苑呢個單位嘅浴室設計，整個空間嘅主調選用咗淺灰色嘅牆磚同地磚，配搭純白嘅潔具同吊櫃，目的係最大程度咁配合窗外嘅自然光，提升空間嘅通透感同乾淨度。但係如果全個空間都只有基礎嘅灰白兩色，往往會令洗手間望落太過單調，甚至有啲乏味。為咗打破呢種沉悶，設計師巧妙咁做咗個強烈嘅視覺轉折，喺洗手盆旁邊嘅直柱位置，破格地選用咗帶有反光質感嘅金屬飾面，呢種極具現代感嘅金屬材質喺視覺上瞬間跳脫出嚟，同低調柔和嘅淺灰牆磚形成咗極具張力嘅瓦面與光面、柔和與硬朗材質對比。金屬表面嘅反光效果唔單止進一步放大咗空間感，仲成為咗整個浴室最搶眼嘅視覺重心。呢種獨特嘅襯托手法，成功中和咗灰白空間嘅單調，為原本實用為主嘅浴室注入咗一份利落嘅現代型格，令空間既保持乾淨衛生嘅視覺效果，又極具前衛個性。想打造一個光猛通透得嚟，又充滿優雅氣質嘅洗手間，睇下啟祥苑呢個單位嘅浴室設計，整個空間嘅主調選用咗大面積嘅純白雲石紋瓷磚，鋪貼牆身同地面，目的係將空間感同明亮度推到極致，營造出乾淨無瑕嘅底色。但如果成個浴室都淨係得純白石紋，難免會令人視覺疲勞，甚至覺得太過冰冷，欠缺咗幾分生活溫度。為咗打破呢種生硬感，設計師巧妙咁做咗一個層次豐富嘅視覺轉折，喺洗手盆區域引入咗大量溫潤嘅淺木色高櫃同地櫃，更加破格地喺鏡櫃下方鋪貼咗充滿法式優雅嘅碎花圖案特色磚，並配搭咗淋浴間嘅玫瑰金邊框玻璃趟門，淺木色嘅自然材質，由側邊同下方溫柔地承托起整個空間，同冰冷嘅白雲石紋形成咗極具層次嘅冷暖對比，加上鏡櫃底嘅隱藏滲光燈帶，柔和地映照落碎花磚度，將洗手區瞬間點亮成整個浴室嘅視覺重心。木調嘅質樸，碎花嘅柔美，再點綴少少金屬嘅精緻，完美中和咗大面積白磚嘅冰冷，帶出一種清新脫俗、浪漫治癒嘅高級氛圍，令每日嘅梳洗時光都充滿住溫馨嘅居家儀式感。想將極細嘅浴室空間大改造，營造出豪宅級嘅奢華感。睇下將軍澳彩明苑呢個單位嘅浴室設計，整個空間主調用咗大面積嘅白色，目的係想利用亮面材質去極致放大空間感，盡量引入自然光，解決細單位廁所常見嘅壓迫感。但如果成個廁所都淨係得死板嘅純白，雖然夠晒光猛通透，但難免會顯得單調乏味，甚至有種過於冰冷嘅感覺，欠缺咗生活品味同層次感。為咗打破呢種平庸，設計師做咗一個極具氣派嘅視覺轉折，全個洗手間無論牆身定地面都統一鋪貼咗帶有高調暖中金色脈絡嘅大片白底雲石紋瓷磚。呢啲充滿流動感嘅暖色石紋喺純潔嘅白底上隨意游走，完美打破咗純白空間嘅單調。溫潤嘅金棕色石紋
連同精緻嘅金色門把互相呼應，與利落嘅銀色不鏽鋼、淋浴間邊框及潔具，產生咗極具張力嘅冷暖對比。大面積且連貫嘅天然紋理，由下而上延伸咗成個空間嘅視覺高度，瞬間成為極具奢華感嘅視覺重心。呢種一體化嘅材質運用，唔單止成功中和咗細空間嘅局促感，仲帶出咗一種極致明亮、乾淨利落嘅5星級酒店氣派，令每日嘅沐浴時光都變成充滿高級感嘅感官享受。帕世浴室用深色會壓迫，用全白又驚變醫院風。睇下沙田愉翠苑呢個單位嘅浴室設計，整個空間嘅主調選用咗大面積嘅白底灰紋雲石磚，由牆身一直延伸至洗手盆台面，目的係盡量折射光線，極致放大視覺空間同提升通透感。但如果全個空間只有純白色調，望落難免會太寡、太冰冷，甚至缺乏生活氣息。為咗打破呢種冰冷感，設計師巧妙咁做咗個視覺轉折，喺洗手盆地櫃同側邊吊櫃位置，大膽選用咗自帶高級感嘅霧霾灰藍色瓦面飾面，呢抹低調溫潤嘅色彩喺視覺上瞬間跳脫出嚟，同冰冷反光嘅雲石牆身形成咗極具張力嘅冷與暖、光面與瓦面材質對比。灰藍色調唔單止由下而上，穩穩咁承托起整個偏冷嘅純白空間，仲成為咗浴室最搶眼嘅視覺重心。呢種獨特嘅襯托手法，成功中和咗雲石嘅生硬感，為浴室注入咗一份清新自愈嘅高級感，令每日嘅梳洗空間既乾淨利落，又充滿放鬆嘅居家溫度。睇完頭先呢4個個案，大家係咪發現原來想浴室有設計感，唔一定需要好複雜嘅硬裝改造，只要識得運用物料上嘅視覺化學作用，例如點綴極具張力嘅金屬材質，配搭溫潤嘅木系高櫃，鋪貼浪漫嘅特色花磚，或者選用高調嘅雲石脈絡，咁就算係最基礎嘅灰白底色，都可以輕易打破沉悶，營造出專屬你嘅高級感氛圍。唔知今日呢4種風格，你又最中意邊一款呢？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如果你都想為屋企揀到最合適、最能凸顯個人品味嘅瓷磚配搭，記得撳個 like、share 俾身邊準備裝修嘅朋友，同埋訂閱我哋 EasyMo 瓷磚分享頻道啊！我哋下次再同大家發掘更多靚磚同設計靈感。拜拜。